一盘，你就把鸟给这开心头啦。你打个电话吧，现在。喂，给老娘我啷子？分，拜托分手了。为啷子要分手？哎呀，已经人家搞了啦。他把鸟给阿伯熊蛋，哪能鸟错蛋了？我把吵得脏啊！过来。 可是多老子，我都还在被他分手了呢，可是都脏哈！我想他个好了了，宝贝，我来把你那当嘞，我等你快了。像孩子这么下三子，我还在不陪女朋友呢。对老娘，这分手个可以，那俺在的子鸟了，我要怎么搞？ 哎呀，我家家肥猫，什么过去把我家家肥猫的这么多嘛？现在搞的是我这个烂头对手。你老娘，去搞了，搞参加嘛？俺这参加嘛？放，你参加嘛？哪在？没有就没了，你来牛来没了。 那怎么个理由？这次想尿了，这找没阿土，这找没阿土，没到啊！第二鸟，熊狼哥哥莫长脑子哎！可是，我么子莫长脑子？哼，在路个对我的实力是老师的怀疑呀！我的早，是查了脑子？我当了星期呢，都不知道。我当了星期呢，都不知道。我太难了。老铁，最近我压力很大。